我阿媽喺年30晚嗰日，當住全家10幾個人嘅面，直接將一碗湯潑喺我大嫂塊面上。我當時個腦哐一聲火起嚟，一掟手，成張飯台都被我反轉晒。件事係咁嘅，嗰日係除夕，成家老亂難得聚得咁齊。我二哥佢哋幾家都早早就返到嚟，10幾口人，成屋都係人。按理話應該高高興興，但由朝頭早開始，廚房裏面就得我同大嫂2個人圍住個爐頭轉。我大嫂平時心細，持家係一把好手，嫁過嚟呢些年，佢最捨得俾屋企人花心思，成日變啲花神，煮啲養生膳食俾大家調理身體。所以一到呢啲大時大節，屋企掌勺嘅雷打不動都係大嫂，我就喺旁邊幫手洗客菜，打客下手。大嫂喺油煙入面足足忙咗5個幾鐘頭，整整煮咗16道硬菜，擺到成台都係。準備開飯嘅時候，我阿媽望住成家圍埋一齊，開頭都幾開心，對眼笑到眯埋成2條線。我阿媽招呼大家，得啦，都唔好企喺度，快啲坐落嚟起筷啦。結果我阿媽啱啱行到台前，睇清楚台上嘅客，嗰塊面即刻拉落嚟，陰沉到嚇死人。未等大家坐定定呢，我阿媽斜眼睇住大嫂，冷冰冰咁話：呢台上面少咗大樣，你對眼睇唔到呀。我大嫂一愕，即刻數一數，啲酒水飲品唔係都擺好晒咩？大嫂細細聲問：媽，仲爭啲咩呀？我即刻去整。我阿媽啪一聲拍台：你做乜咁冇眼力㗎？一啲都唔識做。秀琴返咗嚟，你當見唔到呀？秀琴就係我弟婦。我阿媽繼續嘈：秀琴一年到晚難得返一次鄉下，你唔知整一盤大閘蟹上台，佢最中意食呢個架。你而家唔好改啦，即刻去街市買。大嫂一臉為難，只好陪住笑面話：媽，呢啲都除夕夜晚咯，鎮上嘅街市早就收咗檔，閂咗門啦。不如咁樣，佢哋唔係仲要留多幾日至返城做嘢咩？我聽朝早去買最新鮮嘅，聽晚煮俾佢食，好唔好？呢個時候，我弟婦喺旁邊慢條斯理咁開口：媽，你唔好搞阿嫂啦，我返嚟主要係睇靈嘅，食咩都一樣，我唔揀飲擇食，填得飽肚就得。再講我哋喺大城市邊度靚嘢未食過，呢一餐唔食冇關係嘅，我就將就客啦。我喺旁邊一聽，把火即刻飆上嚟，呢啲說話真係茶味十足，成個綠茶發言咁。我弟婦平時就係呢副德性，每次返鄉下一滴水都唔掂，一件工都唔做，就專登喺我阿媽面前噓寒問暖，把口甜到好似搽咗蜜糖咁，氹到我阿媽暈晒大浪。但我大嫂呢，人老實，性格悶，淨係識得埋頭做嘢，一句好聽說話都唔識講，所以我阿媽橫豎睇佢唔順眼，日日俾面色佢睇。老話真係冇講錯，唔怕冇好事，最怕冇好人。我阿媽聽完我弟婦嗰番話，更加覺得係大嫂特登同佢作對，唔放佢在眼內。佢二話不說，捧起面前一碗湯，一手就潑喺大嫂塊面上。我阿媽嬲到塊面紅晒，指住大嫂個鼻破口大罵：你煮飯前唔識問客秀琴中意食咩？問多一句會攰死你啊！一日到黑自私自利，掛住煮你自己中意食嘅，你叫其他人點樣落筷子？你阿爸阿媽細個冇教你規矩咩？一啲家教都冇。大嫂企喺度，眼淚啪嗒啪嗒咁流落嚟，但佢硬係忍住唔敢出聲。我嗰陣時真係忍唔住，騰一聲企起身：媽，你咁樣係做人阿媽嘅行為嚟咩？弟婦係你哋家嘅新抱，大嫂就唔係啊，2個新抱，你憑咩咁偏心？一個捧上天，一個踩到落地。呢個時候，我大姐同姐夫即刻過嚟拉住我，一邊打圓場一邊話我：大過年嘅，你做咩嘢阿媽嬲啫？講少2句啦，快啲同阿媽賠個不是。我一聽大姐佢哋咁樣和稀泥，心入面把火燒得更旺。佢哋根本冇意識到阿媽偏心偏得幾離譜，仲要一味縱容。我直接頂返去：如果係你奶奶大過年咁樣糟質你，你仲可以笑騎騎同佢賠禮道歉呀？
我阿媽喺旁邊見我頂嘴，嬲到猛拍大髀。你細佬細妹常年喺出面搏殺，平時工作壓力幾大幾辛苦，過年好不容易返嚟食一餐團年飯，你哋做阿嫂做家姐嘅煮餐飯好閒啫，唔應該咩？你而家仲敢同我頂嘴？我忍無可忍，雙手往台底一牽，燈籠一聲，成台海全部反晒落地。我話好偏心呀嘛，咁今日大家都唔使食。我死盯住我阿媽，將咁多年憋喺心嘅說話全部倒晒出嚟。大嫂，咁多年點樣孝順你？你心入面無數咩？當年侄女一出世，你開口埋口就話係賠錢貨，連睇都唔睇一眼。我大嫂受咗幾大委屈，佢連一句重話都冇同你講過，全部爛喺個肚入面。佢捱得苦，做得嘢，就因為覺得自己係新抱，要孝順長輩，唔可以同奶奶頂撞。我大哥心痛佢，但為咗頭家，都只能處處忍你。就你反而變本加厲，睇佢唔起，連話都唔俾佢講。今日既然大家都喺度，咁我哋就將說話講白。細佬雖然喺城裏邊安咗家，但我哋4個全部都係你親生嘅，養老送終，每個人都有份。既然你日日嫌棄大哥大嫂冇侍奉好你，咁得，由今日起我哋4家輪流轉，一家照顧1年。大哥屋企你住咗咁多年，人哋冇怨過一句，而家你睇吓，你係去細佬屋企定係去大姐屋企？橫掂佢哋今日都喺度，正好執埋行李走，等2年後輪到我再接你返我屋企。至於大哥同大嫂，佢哋咁多年冇過個安樂年，今年都應該去照顧客人哋嘅親生父母，陪客外母啦。你而家就去執嘢啦。各位街坊睇到呢度，你哋覺得我咁樣對我阿媽，我做得啱唔啱？另外同大家講一個秘密，身上有老人味嘅街坊，究竟係食少啲豬肉定係食少啲牛肉呢？有老人家嘅都知，上咗年紀之後，皮膚就會粗糙，點洗都洗唔乾淨，身上成日帶住一陣洗唔甩嘅味，搞到俾仔女嫌棄，孫仔孫女又唔肯黐自己，甚至俾人送去老人院。本應享受天倫之樂嘅晚年生活，得返自己一個孤零零。點解茄埋會有呢種味呢？大多數人對老人味有誤解，認為係老人家平時唔乾淨先會有呢種味，呢個真係大錯特錯。好多人由40歲開始就會慢慢有呢種味，係因為人嘅新陳代謝慢咗，皮膚表面嘅皮脂多咗，同空氣中嘅氧氣互相作用，就會產生一種酸性物質，呢個就係老人味。呢種情況真係對好多嘅生活造成困擾同尷尬，自己聞唔到，身邊嘅人又唔好意思開口，明明自己每日都沖涼，點解仲有味呢？如果你都有上面講嘅情況，我勸你千祈唔好錯過。我怕你用完之後清爽乾淨，身上好似自帶體香咁迷人。就好似我樓下有個陳阿姨，隨住年紀愈大，老人味愈重，身邊嘅孫仔孫女慢慢都唔肯埋身，住過嘅房、坐過嘅梳化都有呢陣味。自從佢用咗我呢個方法之後，而家身上都散發出清香，着過嘅衫、瞓過嘅床都香噴噴。每個禮拜6日都同仔女出去飲茶行街，晚年生活唔知過得幾咁開心。今日睇到呢條片嘅街坊，記得點個心心收藏，順手分享俾你身邊嘅屋企人同朋友，等佢哋感受到你嘅關心。如果話10幾年嚟，你已經試過各種方法，都係唔理想，今日呢個方法你要係錯過，只能話真係好可惜。而家我最後一次免費將呢個好嘢分享出嚟，希望各位老人家都可以安享幸福嘅晚年生活。呢個寶貝就係好多有味嘅街坊都喺度嘅淨味留香沐浴露，佢專為中老年朋友研發，裏面添加咗三七、防風、梔子花、艾葉等多種草本精華，幫你溫和清理角質同身上嘅異味，特別適合用嚟清潔皮膚表面嘅死皮同埋床嘅油垢。你身上油脂越多，洗出嚟嘅泡泡就越有成就感。平時汗味、體味越重，洗完之後嘅清爽感覺就越明顯。佢可以有效去除身上嘅角質，肌膚水潤唔油膩，而且仲可以持久留香。洗完之後，全身都帶住一種清新嘅木質香同檀香味，仲可以幫皮膚鎖水保濕，
非常好用，堅持用佢使一段時間之後出街，街坊鄰居都會問你係咪噴咗咩高級香水。呢種淡淡嘅香氣真係令人聞到都舒服，忍唔住想親近你。唔單止老人家可以用，平時身體乾燥、出油、出汗、味重嘅女士、男士、學生都可以用。有咗佢啊，屋企再唔使買咩香水、止汗劑，一支就搞掂，真係一家大細都啱用。如果你唔知邊度買到呢款淨味留香沐浴露，可以開我個頭像，主頁櫥窗就可以落單。趁而家有活動，快啲帶返去用起嚟啦！希望可以幫到你。